改文说字，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啊解说啊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啊，看到讲安尼人收集石头，收集到安尼遮尔有成就，国情啊原来想到一句俗语话，咱讲有心拍石，石真长；有心开山，山真远。即句话吼，因为俗语啦，这无固定的，一喙传一支啊。我讲互你听，你换讲互厝边隔壁听。所以原来有人讲，有心拍石，石真长，长啊角的长。啊嘛有人讲吼，有心拍石，石真长；有心开山，山真远。意思安怎样解说？就是讲啦，有迄点心，认真咯，认真在甲做。本来石头形体就安尼歪高起撮，我都要扩骹要贴悬，当然就爱甲拍做砖啊安尼四四角角的形体，毋则讲拍石石真长。啊嘛有人讲拍石石真长，就是讲一粒石头拍甲会穿过。啊后壁即句讲有心开山，本来即片山就拍远啊，无人咧种做，咱来甲开山。来种果子，来种菜色，咱家己有通食，有通收，无定着，阁有通好卖。这就表示讲，咱人着爱认定目标，是讲吼，国政啊咧讲，即句话内底吼，台湾话学问真深哦。咱探讨台湾话有读册音，也有讲话音，敢若即两句啦。有心拍石，石真长啦，即个正有四音，你毋通读成呢。因为若成就是成功的成后，啊，这字捌甲解说起来，本来就是完成，本来就是成就，所以石真长，啊是讲石真长就是正解说起来就是接近，就是要活。毋则人讲吼，我望你用较拍拼，做好会正样，会正人。啊，另外倒头讲就是讲，这个毋正样的囡仔。我一个表的读国中的时阵，吼，迄原来伫学校内底甲人食薰啦。结果秘伫咧便所，教官就甲弄问啊咧，弄就讲你这毋正囡仔，啊你咧甲人食啥物薰啊？我即个表的煞甲教官应讲，教官，我著食新农园的啦，毋是咧问你食啥物薰啦，我是讲你安尼毋正样啦，煞加互加骂一摆，正样这一个音，啊，搁有讲吼，爸母咧甲咱请人，这原来一个音，另外共款白话音哦，搁一句就是讲。即组生意做起来，我要趁几成？我要趁3成。这头拄啊，敢若即个成功的成，读册音或者成，白话音就分3款：有心拍石，石真长；有心开山，山真远；